家好，我係 Icy 啊。咁高柏咧喺上個月咧都陸續公布咗唔少嘅消息嘅，但係到底幾時發售咧？發展商仍未公布一個確實嘅日期。而我今日咧會先帶大家去睇下佢附近嘅屋苑㗎。咁就係位於西貢嘅清水灣道663號嘅奧龍啦。咁奧龍咧發展商佢喺 SARA-C 開售之前咧，已經喺樓價上有一個大幅度嘅調整㗎啦。當中嘅單位咧係高達50.8% 折讓㗎，即係相等於之前樓價一半咁樣去出售。咁亦都簡單介紹一下奧龍嘅物業資訊啦。佢係由新世界喺2016年開始落成嘅。咁佢總共咧係有27座嘅中低密度嘅樓宇組合而成，供應咗680戶嘅單位。咁而當中咧有310戶咧都係一啲特色戶嚟㗎。咁佢嘅車位咧係超過1比1嘅比例，總數係有718個車位嘅，咁所以住呢度咧就唔需要太過擔心車位嘅問題啦。而我今日咧係會帶大家去睇兩個特色戶㗎，一個包括係地下蓮花園啦，以及連埋天台嘅特色戶單位。有興趣嘅觀眾咧就記得訂閱咗我嘅頻道，跟住先睇埋個單位啦。我哋依家嚟到呢一個咧係4房雙套嘅複式戶單位，連埋一個地下花園嘅，實用面積2324尺，再加埋一個426尺嘅花園。咁我哋即刻入去睇下啦。大門一入嚟咧，旁邊就係一個客廁嘅位置嘅。咁出翻嚟咧，旁邊就有翻條樓梯啦，上去睡房嘅樓層。咁我哋咧先帶大家去睇咗地下呢一層先。咁過嚟咧，呢度就係一個廚房啦。呢個廚房咧係呈長條形㗎，一入去咧就會見到一個直身雪櫃啦、蒸爐、焗爐、中式嘅熱炒爐都有。咁而廚房嘅後方咧，仲有一個隱藏門咧，可以去翻工人套房。咁廚房嗰部分咧睇到嚟呢度啦，咁我哋依家出嚟呢一個位置咧有一個中島嘅設計啦，咁配置咗有紅酒櫃啦，一個直身雪櫃啦，同埋後邊呢度咧都有一個蒸爐噶，咁而且咧仲配置咗一啲可移動嘅置物架啦。咁其實咧，地下呢一層咧個面積咧，大約都有700幾800尺。客房廳嚟講咧，係相當之闊落㗎，而且咧佢仲拼接咗前面呢棟玻璃趟門啦，可以出翻去自己嘅花園。而呢一度嘅面積咧，大約有426尺。咁呢一個私人花園咧，其實前方咧度仲有一棟門咧，可以出翻去一啲步行區啦。咁我哋地下呢一層咧就睇到嚟呢度啦，即刻帶大家上去睇下睡房啦。咁我哋由地下1樓行翻上嚟呢一個睡房樓層啦。其實除咗行樓梯之外咧，仲可以透過我呢度身後呢一棟門咧，搭升降機咧上翻嚟呢一個睡房樓層嘅。咁我先帶大家去睇第一間嘅套房。咁呢一間套房咧，前面咧都有一個小花園。咁呢度咧就係浴室。咁其實咧，由睡房出翻嚟咧，呢一個走廊位置咧，相當之寬闊㗎，好適合咧去擺唔同嘅藝術品嘅。咁其實呢一個位置咧，就係有一個 store room 啦，咁可以放置屋企嘅雜物。
咁再過嚟咧就係洗手間啦。咁呢度咧係第二間嘅睡房。咁再過嚟咧，呢度就係第三間嘅睡房啦。咁呢一個睡房咧都拼接咗一個露台位置。咁再過嚟咧，梗係要睇埋間主人套房啦。咁其實呢一個主人套房咧嘅面積咧，大約都有200幾300尺㗎。咁咧佢又係有一個雙洗手盆嘅設計啦。咁再配置咗咧有浴缸嘅。咁呢一間主人套房咧係非常之大㗎。大家睇下呢一個空間咧係足夠晒三邊落床，而且咧呢一個玻璃趟門咧係可以完全趟開㗎。咁望翻出去嘅景觀咧都相當之翠綠。咁今次呢一個單位咧介紹就嚟到呢度啦。咁我哋一出 lift 咧就嚟到呢一個4房4套嘅單位啦。佢係一個3層嘅複式戶嚟嘅，實用面積2598尺，再加埋633尺嘅天台，即刻帶大家入去單位睇下啦。大門一入到嚟咧，就係一個中島嘅設計啦，可以設為一個早餐區域啊，或者咖啡吧嘅。咁再過嚟咧，呢一度就係一個直身嘅雪櫃啦，有個蒸爐啦，同埋旁邊咧都設置咗一個紅酒嘅酒櫃㗎。咁我哋即刻入去睇下個中式廚房啦。咁一入到嚟咧，呢邊咧都有一個直身嘅雪櫃啦，有明火煮食嘅炒爐啦，有抽油煙機啊，同埋一個大型嘅焗爐。而旁邊咧亦都有一個嘅蒸爐啦，同埋洗衣機㗎。咁呢一個曲尺嘅台面咧係方便可以置唔同嘅電器嘅。而入邊咧就係工人套房啦。咁我哋咧喺廚房出翻嚟之後咧，其實旁邊咧就係一個客廁嘅空間嘅，可以帶大家去睇下。咁呢個客飯廳嘅面積咧，大約有400幾500尺左右。咁其實除咗有我身後嘅大露台之外咧，佢仲有一個工作平台㗎。咁呢一個客廳位置啦，都係一個方正實用嘅開積嚟嘅，都可以容納到好多人㗎。咁即刻帶大家出去睇下佢嘅露台啦。佢嘅露台咧採用咗摺燙嘅玻璃門啦，咁可以完全打開晒佢，令到整體嘅景觀咧非常之開揚㗎。咁佢望翻咧都係屋苑嘅內園景嚟嘅。咁地下客飯廳呢一層咧睇到嚟呢度啦，我哋即刻沿住樓梯上去睇埋睡房樓層啦。
我哋依家上到嚟1樓嘅睡房樓層啦。咁呢一棟木門咧，其實就係個升降機個出入口嚟嘅，咁可以透過呢一棟門咧出翻去搭 lift 㗎。咁呢一層咧總共有2間套房，先帶大家去睇第一間啦。咁呢個木門後方咧，都仲有空間可以擺一個置物櫃。咁呢個浴室咧係配置咗浴缸。咁呢一間睡房咧係有2個露台嘅設計㗎。咁呢度咧係第2間套房，同樣啦，門後咧係有一個空間可以擺放一啲嘅飾櫃。咁呢個浴室咧都係配置咗浴缸啦。咁呢度咧係放置咗張雙人床啦，足夠空間可以3邊落床㗎。而睡房嘅另一邊咧，擺咗張按摩椅啦，同埋一個大型嘅衣櫃。咁呢一層咧，除咗有2間套房之外咧，仲有呢一個家庭廳嘅設計㗎。咁再帶大家上去睇埋啦。上到嚟呢一個單位嘅2樓樓層，總共咧係有2間套房嘅。先帶大家睇第一間。咁呢一間套房咧有個打橫嘅露台，全落地玻璃。咁呢個就係個浴室。呢間咧就係主人套房啦。空間非常之闊落。咁呢邊咧仲有個 walk-in closet。咁呢一間主人套房個浴室咧係配以雙洗手盆設計啦，有淋浴間啦，同埋有浴缸。而另一邊咧就係洗手間啦。再帶大家去睇埋呢一個露台啊！咁係可以望返屋苑內園嘅景觀。咁呢間主人房咧睇到嚟呢度啦，即刻帶大家上去睇埋天台啦。咁呢一個天台咧就分開咗左右兩邊嘅，實用面積咧有633尺㗎，即刻帶大家去望下。咁亦都配置咗啲戶外嘅洗手盆啦。同埋佢嘅景觀咧，都係望返向屋苑嘅內園㗎。
咁今次咧就帶大家去睇咗2個單位，當中包括咗一個咧就係地下連花園啦，以及係天台特色戶嘅。如果有興趣嘅觀眾咧，就記得聯絡我索取更加多物業資訊啦。細細聲話俾大家聽啦，其實今次我介紹呢2個單位最高折扣可以去到35% 㗎，仲可以睇到現樓添。有興趣嘅觀眾記得預約我去睇樓啦。鍾意我今次呢條影片，記得俾個 like。有啲咩意見嘅話喺下邊留言話我聽啦。仲有記得訂閱我嘅頻道，我哋下條影片見啦，拜拜。